內地機場由6月28日起禁止旅客攜帶冇 3C 標識嘅充電寶乘坐境內航班。規定公佈後，好多網友查看自己用緊嘅充電寶，多數只具有歐盟嘅 CE 標誌。咁乜嘢係 3C 認證呢？3C 認證即係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，於2023年8月1日起正式實施。2024年8月1日後，冇 3C 認證嘅充電寶不得再喺市場上銷售。所以如果使用年期超過1年嘅充電寶，冇 3C 標誌就不足為奇。今次國家民航局嘅新規定只針對內地機場嘅境內航班，往來澳門同內地城市間嘅直航航班屬境外航班，因此不受影響。但若果中途需要喺內地城市之間轉機，則有可能會受影響。國家民航局亦補充，如果持有由境外生產同銷售嘅充電寶，同樣不受新規定影響。充電寶只能喺手提行李中攜帶或隨身攜帶，嚴禁喺託運行李中攜帶。澳門機場對旅客攜帶充電寶嘅規定為額定能量不超過100瓦時，無需航空公司批准；額定能量超過100瓦時但不超過160瓦時，經航空公司批准後方可攜帶。但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過2個充電寶。